每个呢上下每个特色有可能可以发展出来。你们也个重要的。阿斌后来投入到一个文化装修的，伊唔单止样係干用攞把 Q 的方式裝過來，還有一些新的科技。從來開始認識閩農之後，就感覺閩農有更多的文化，有更多關腦的東西，可能想要保留下來。但係因為亞種嘅技術慢慢地磨人，而千萬人嚟賺嘛錢唔到。就係其實係幾好看蘿蔔嘅，那個蘿蔔嘅有幾腦嘅芽蔔嘅把幾講，所以我看到呢條芽蔔嘅本人亂髒髒啊，亂七八糟嘅啊，我感覺幾惋惜啦。好嘅蘿蔔應該本人好好對待。文化保存哦，唔係像看到古樓睇下，叫做泰武嘅嗬，佢新嘅東西哪樣都進步嗬，新跟舊可以同時容納，嗰種保養嗬，也有啊，你哋可能性也多啊。就想跟闽農留下一棟兩棟，等下滾到一步嘅，我感覺嘛係一個對闽農嘅一個貢獻。其實我哋一直追求嘅就係一個文化跟資源，還有我哋向下生存。行來行去唔到闽農山下嗬，一位工業機構人就講，但係闽農山下只是個講，因為風景個好。做下嘅工作幾辛苦啦，我係感覺就安尼過生活，會本自家過快樂。滾到嘅地方就更多人來嗰個地方做人可以做嘅事情。本闽農不講不好。